为解决部落公墓满葬问题，秀林乡公所经113年11月6日在文兰村崇光部落办理秀林乡文兰村崇光部落纳古墙启用仪式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立委傅昆萁办公室主任柏江生、县议员陈美莲、代表会主席骆燕玲、副主席丁立芳、王泽元代表、王沈刚组代表、文兰村长田文才及各村村长一同到场恭贺启用仪式，并由崇光教会周景荣牧师为仪式祈福。部落的一些满葬问题，现在逐一都在解决中。用这样的方式做纳古墙，把周遭环境的部分把它弄好。这里就像一个什么公园。我们秀林乡代表会针对未来不管是起决或者是要再盖新的纳古墙，我们会全力支持。代表我祝福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，祝福大家今天的这个活动祈福仪式都能够很顺利。秀林乡长王玫瑰上任后，积极推动纳古墙新建工程。文兰村崇光公墓纳古墙是本乡第4个经部落之商同意后所新建，占地约805平方公尺，3座纳古墙双面设计，每面120个骨灰柜，总计共720个柜位。每座墙两侧皆有精致十字架陶板图腾，凸显出部落特色文化。周围以绿美化规划，提供崇光公墓纳古墙公墓公园化概念的环境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祖报道。